300萬存款夠唔夠喺珠海養老？我個答案係足夠舒適、足夠鬆容，甚至可以超出預期。好多人退休可能優先考慮深圳或者中山，但珠海可以長期被譽為中國宜居城市嘅第一名，唔係浪得虛名。今日我就同你慢慢講，點解我會覺得珠海先係香港人嘅退休隱藏好選擇。其實退休養老講到底就係幾樣核心。第一，氣候宜人，環境好，冬天唔好低過10度，夏天唔好太熱。第二，醫療配套好，隨時可以睇3甲醫院，最好可以用長者醫療券。第三，交通便利，自己返香港或者仔女過嚟，路途唔會太遠。第四，物價合理，用儲蓄同埋退休金可以過得舒服。我住過好幾座廣東城市，對比各種養老選擇，最後都揀咗喺珠海。首先最關鍵係空氣同氣候，珠海有95%日子以上都達到空氣優良，可以話係長者嘅天然養倉。有啲北方朋友話嚟到好似使費咁，冬天最低大約15度，夏天最熱大約30度，可以長期開窗吹天然風，不燥不寒，體感舒適之餘有利於血氣循環。再加上市區有55公里嘅情侶路，被譽為中國最美道路，時常可以去海邊散步曬太陽，呢份鬆弛感對退休生活好重要。再講大家最關心嘅使費，珠海嘅物價非常合理，飲茶人均30-40蚊就食飽，食海鮮人均100蚊有找，加埋有時候買餸煮飯，伙食費一個月都係2-3千蚊，就可以食得舒舒服服。醫療方面，珠海有中山5院同埋省中醫院呢種3甲醫院，又可以用長者醫療券。社區醫療中心分佈好密集，睇個症掛號登記即係10至20蚊，洗牙都係幾百蚊。CT、MRI 排期檢查都係要幾日，唔使擔心睇醫生煩。最吸引香港人嘅一定係地理位置，珠海係唯一同香港、澳門2座城市相連嘅城市。從九龍揸車出發，經港珠澳大橋1個幾鐘直達市中心，中港碼頭搭船都係1個鐘就到。金灣機場航線越嚟越多，城軌去廣州亦都好方便。珠海人包容好客，對外來人特別友好，飲食都非常符合香港人口味，講求清淡鮮美，海鮮又新鮮又平。退休生活唔使太複雜，朝早去海濱公園散步，下午同鄰居飲茶，閒時出海釣魚，簡簡單單就最寫意。珠海節奏悠閒，又有大城市配套，雖然房價唔止3、4城市咁低，但相對於廣州、深圳，性價比已經好高。好似珠海最大嘅發展商華發旗下嘅樓盤，尺價都係2-3千蚊，就可以揀到無敵海景、口岸物業，又或者商場上蓋，400幾萬已經可以入手頂級別墅。對於想提升生活嘅品質嘅香港人嚟講，真係好吸引。講真，退休生活唔係話要去幾繁華嘅大城市，都唔係話要隱世，最緊要係個城市令你感到鬆容舒適，喺你需要嘅時候俾到你保障，有咩事又可以隨時返香港處理。而珠海就係一個咁嘅地方，對香港人嚟講，唔止一個係住嘅地方，而係一個全新嘅生活品質。如果你都開始諗退休嘅安排，不妨嚟珠海行一圈，感受呢度嘅空氣、空間，相信你都會愛上呢度。